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第8课，我想喝茶。先来看图片，读生字，选 A、B、C、D。钱，米饭，杯子，茶，中国菜，汉字，那我们选一下 A、B、C、D。我们来看一下你选的对吗？钱 F， 这是钱，中国的钱。米饭 C， 米饭，这是米饭，我想吃米饭。杯子 A， 杯子，这是一个杯子，茶 B， 茶，这是一杯茶，杯子，一杯茶。中国菜 D， 这是中国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米饭，这是菜，吃米饭，吃菜。汉字 E， 汉字，这是汉字，这个汉字怎么读？这个汉字你会读吗？怎么读？图片学完了，我们来看这些生字。想，吃，商店，杯子，钱，喝，米饭，买，这，快，茶，下午，个，多少，那，我们来学生字。喝，你喝什么？水，我喝水。茶，我喝茶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乐，我喝可乐。这是什么？咖啡，我喝咖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牛奶，我喝牛奶。这是什么？果汁，我喝果汁。杯子，这是杯子，一杯咖啡。杯子，一杯牛奶。果汁，
1、2、3、4， 4杯果汁，1杯、2杯，2杯牛奶，喝。吃，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吃饭，吃米饭，米饭，这是米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米饭吗？这不是米饭，这是菜。菜，我吃菜，我吃米饭，吃米饭。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什么？这是水果，我吃水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苹果，苹果，我吃苹果。吃什么？吃菜，吃米饭，吃水果，吃苹果。下午，下午，哪天下午？今天，明天，昨天。今天下午，昨天下午，明天下午。时候，什么时候？我们还可以说下午、中午、上午、午、还有上、早上、晚上。早上、上午、中午、下午、晚上。那我们就可以说今天早上，明天早上，昨天早上，今天上午，明天上午，昨天上午。还可以说今天中午，明天晚上。这个怎么说？我们学会了吗？我们看生字，商店，商店，去商店，去书店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商店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书店。想，想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商店。去商店，我想去商店。下午你想去做什么？下午我想去商店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书店。你去哪儿？我去书店。下午你想做什么？下午我想去书店。商店，书店。买，买什么？买杯子，买书。想，你买什么？我买杯子。你想买什么？我想买一个杯子。下午你想去做什么？我想去商店。去商店买一个杯子。去商店买一个杯子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书店。书店买什么？书店买什么？书店买书。我想买书。我想去书店买书。下午我想去书店买书。
买什么？买杯子，买书。去书店买书，去商店买杯子。我们来学生字这、那、个。这个杯子，那个杯子，这个人，那个人，这个学生，那个学生，这个老师，那个老师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杯子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汉语书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商店。这个商店很小。这个商店很小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书店。那个书店很大。我想去这个商店买杯子。我想去那个书店买书。这、那、个。好，生字我们学完了。这是今天的作业，我们要会读生字，用这些词语来说句子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大家记着做作业。再见。